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来读教育部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你这个可能性是背景是安怎是安怎？我定当中算找麻烦，干嘛这样讲？不管，反正伫 YouTube 迄搭遐会使先打一寡消息。啊，若伫 Clubhouse 这搭遮，可能就爱豆豆打你。对，我淡薄仔时间，我来甲一寡会使分享的链接分享一下。等我一下。我打这个应该是，敢若是高雄一位高中生孙一伦处理的款吧，就是讲伊咧拼势考台语认证，伊敢若已经有先通过新台迄个台语认证的专业，还是高级我袂记清 ，C1 啊 C2 我袂记清，所以当然坦白讲啦，学一个语言应该毋是咧考认证。考认证就是咧讲你的能力有到倒位无，啊，佫有欠啥无，进步成长的空间伫倒无，然后才佫继续努力。啊，当然，若阵拢你已经甲台语成做你的生活语言啊，安尼认证无认证，迄就毋是重点嘛。因为语言要是语言是要摕出来用的嘛，毋是要摕来考试的啊。啊，只是有当阵啊，考试是一个安怎讲，测验讲到底。咱去学即个物件，知捌到什么程度嘛？差不多逐种技术技能，拢嘛有一寡相对应的鉴定、认证，还是考试嘛？讲你学校读册上课上款嘛？虽然讲离开学校以后，无啥物考试，也是无啥物认证，会去逼人啊。理论上啊，当然有当阵甲你的专业，还是你。靠什么食穿的迄个物件有关系嘛？所以，我记得是安怎讲，安全自在，自由自在吧，对吧？重点是，以我来讲，就是甲咱的台语讲倒转来嘛。有听到这个朋友，可能你就会使帮参考啊。对，我咧确认大概是算迄个啥，洪丁老师因遐的，因为洪丁老师因伫咧中教台嘛，所以有提供一寡朗读稿。文章啊，个声音档，尤其是针对学生的部分。啊，若要读的这个社会组的朗读稿，敢若暂时我无看到什么所在、什么人咧提供，因为感觉可能是讲社会组的人士对无？老师或是大学生以上的遮，应该就会使家己努力拍拼啦，可能是安尼。所以，农场课看来个性会使大块分享。这个你迄个25我袂记清，可能25我唔知影我袂记清，不管。啊，你考试这物件就是个人家己去努力拍拼。我最后打这个700字。即个是会使，伊迄足基本的啦。当然内底嘛一寡较罕用的字啦。啊，有一寡人淡薄咧讲什么教育部学袂做字啥，老实讲，目前为止啦，教育部无做甲一字出来，无连一字都无，拢是去过去的文献所找到安尼，所以会使参考看下。好，卖伫我就讲，图涵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40点，社会来遮读寡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我继续来读这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这个《开花结子》30万字的款吧，听讲是30万字，读来嘛，读到尾声，好，继续读落去。头起初会甲根基放伫2楼，
因端是房间外有便所兼一间的卫生设备，抱金机起来放屎了洗肠，才行两步啊，才行两骹步啊尔。对大箍背的阿伯来讲，也会堪得。若三楼是厝尾顶头起的违章建筑，无便所甲一间即声就屎滚。即箍卖坐卖行，敢得会食会放的金鸡卖输一壶80斤的牛屎。阿伯较有法度，家己爱落来2楼洗肠咧，敢无才调洗芳芳了后，才阁爱去3楼咧。为着金鸡住2楼，两兄弟目睭大细蕊，用要起配面。元宵节前一天，各位阁去叫装潢的铁工来安装白铁门，甲双檐的大锁。现拄现就是袂瘾，互金鸡阁搬入去。元宵过了后，各位因翁仔某甲房间锁安，才转去上海。论真讲，请开锁的师傅，甲2楼房间的白铁门鸟开，是爱开钱尔。历史倒顶年敢安尼，是安怎阿伯毋咧？伊是第一惊啥，嘛互人摇。对迄天了后，金鸡的洗肠是阿伯灌水起来3楼用水揢的。若金鸡放屎了的咸药甲粪口遐，就亲像红芽包尿珠安尼，有放有淡则换。若无看的，阁无斟酌着，就记在伊第一臭第一觉。3顿后啉食物件，嘛爱阿伯甲抱起来一喙一喙饲，真正是害了了。当年的开春，英子有想到金鸡量背家无钱通开，先问阿伯邮局的口座，汇3万块，互金鸡放伫下包内。阁跳2天，英子招明子同齐坐高铁落去台中，先坐客人车去大卖场买寡较高贵的鱼肉甲果子用大卡箱拖上计程车，含人做伙载到阿伯因兜。叫恁来来读这个开会结束嘛，要读完已经故事不了后壁573页。阿伯规家大细看着英子，就知影救星到遂甲行李寄去。英子遂爬去3楼，遂问金鸡：“你有收到我寄你的3万啊无？”金鸡是在床尔，头壳摇好好，随应讲哪有啦，也无听着阿伯来讲。安尼我就来楼骹问伊，线手就撞到1楼，就收到阿伯讲，毋过拄好摕来互阮查某囝会互你好好注册，就先搬去用因子气噗噗讲，迄是恁大姨的救命钱呢，你煞甲歪去，你实在真无天良。五姨，歹势啦，阿伯阁接话讲，都3句有限我逐个日要寄的钱，拢无照片照行，害我约甲目睭起落，雄闪着有钱花入来，就随间领出来。好莫阁提这啦。因子凊面，阁问讲，是安怎甲金鸡刷去3楼？遐毋是无便所。阮小弟各位为中国转来过年，讲伊的房间袂爱互大姨大，才刷去3楼。安尼颠倒忝着你呢？当阿妈君着生流拄着较艰苦嘛爱吞忍。好啦，你会坎伫，我着无话通讲。阁跳一个日，英子敲电话问阿伯讲，恁3句有寄钱互你无？阿伯应话要死讲，哪有啦，半线嘛无。英子随讲，我明仔载会阁落去恁兜行一撮。跳工，英子真正招明子阁落去台中。即届伊摕2万块互阿伯准做即个日的所费，另外阁亲手摕3万互金鸡摕伫伊的
下巴来讲，互你做安心的宝贝，毋通乌白互人。论真讲，今期到即个岁头，比以前加动弄诚侪。有时啊，就真讲真讲；有时啊，就像三岁婴安尼，戆甲袂像。因此嘛有想着，若搁甲阿宝啊因即阵散，若搁甲阿宝啊因即阵散甲敢若乞食的人带斗阵，真正是无药可医啦。嘛找无步数，通牵曲，嘛找无步数，通搁牵曲落去。这嘛算啥？我做啥？长教育也是，就是因为人若老，啊搁伊即摆顶是无才调，家己款家己处理家己啊，啊这拢爱边仔人斗用。咱边仔人讲实在，你若毋是真正大笔钱开落去，请较专业是安怎？你讲亲情50朋友80，你讲这是势，有才调顾到什么程度？我看可能嘛是罕吧，毋知。好啦，时间到，咱转来谈咱的朗读稿。我讲即个社会组朗读稿吼，真正就是，有较硬到较无好念，也是会使学较侪物件的所在呢。好，邀您来。有哪我毋知，好，那天讲参考。第25篇这篇，伊几段？1、2、3、4、5、6段，算6段啦吼。安尼好，无讲含2段。好，快点。歹势，你插回一个。好，你讲。我新来的。你还未看到文本，还是安那？对，我毋知是文本伫倒位。文本114年度的，我看迄个确论也是迄个啥？敢有打？我是无直接打掠图的内容啦，是可能敢若有连结尔，所以可能是哎。我有看到你有114年的迄个台湾朗读稿嘿，迄清单我袂记得迄个清单是敢若清单还有内容，也是爱去伊的网站，伊拢教部网站有遮个资料嘛。嘿啊，安尼你小找一下，好，安尼反正我先好，我先读2段。啊，你若有对着，你才读；啊，若无可能就有哪才对你读2段呢。好，反正我先读2段。有哪请准备嘿。好，来。好，感谢。114年度社会组朗读稿第25篇，1十以外，叶翠芬。迄个某趁人互芳，我骑脚踏车出去买物件，要到位的时，驶过一台停小可捅出来的轿车，要我去红砖仔路，绝规个人劈落去。凡是迄搭拄好留有关节坎，又搁落雨暂时起伫，我有了啊，想要爬起来，却感觉正脚骹目袂自力，就毋敢搁煞叮当。紧扬过路后爬去店头，欠人来斗3工。熟悉店员看我趴伫涂骹嘛惊一跳，随惊我来问我状况，刷落来摕一只椅头啊，甲我插起来坐咧。一个少年阿母看毋是势，手机啊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我着正脚无法度刷位，互救护车再去病院定着较妥当。落尾救护人员用软床甲我塞去咧救护车。我先读到遮。有哪安尼？你先读好无？好。耳孔边听到乌烟的声，我家己煞倒伫车内，心情真复杂。到急诊室，电讲照线，医生讲骹目遐有2支骨头锯去，阁有一搭裂开，爱开刀。我听了规个人去，哪会摔甲遮食力？本地掠准是歪着尔，超一个就好势也讲，护理师甲我的正骹控照膏，搁伫我的手盘插1支软针，我就安尼坐踮病床，空腹等开刀。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仔通回，罔做伎俩。虽讲医生讲是真普通的手术，互人塞入去手术房，总是会喘。我简单半
半身麻醉，自头到尾拢真清醒，有听到医生咧讲话，毋过听袂明，嘛看袂到医生安怎治我的骹骨。过顿工，搁照电工，才知影骹腹内底已经加几若支钉啊！福建师有来带我练习用4骹拐仔，搁交代讲，即1、2个月我拢着爱换咧行路。好，感谢。姚玲，我都找到未？互你读。还袂，我拄看，我迄个只是迄个清单尔。陈嘉文老师嘿，迄个伊无社会组的，我即摆等咧找社会组的。你先读。安尼学校遐可能洪定老师甲曾雅文甲拢无咧处理社会组的款。嘿啊，我先找看有文章无？我入来网站找一下。好，安尼我读。你先读，你先读。来，我读这2段吼。住院住2日，我毋若骹目疼，骹肚规圆乌青，骹盘阁真敢若面具咧。到甲出院也是真疼真肿，爱继续务兵退防，照时间食止疼药啊。住院迄阵是阮翁咧甲我照顾，暗时我若一个翻身，伊就坐起来看我有安怎无，问我敢是困袂落眠。出院转来厝里，连囡仔嘛着甲我防刣。我看大家加足无闲，感觉真歹势。现主时我嘛敢若会当好好啊静养，等空喙坚皮，等骨头筋肉豆豆复原。即个着伤是意外，袂按算着。毋过咱若逐不时拢真张持，总是较袂出代志。凡事着看看来，先着毋通伤赶讲。平安毋是合家人的，咱便也无知无会过一日。拢着爱真感恩，这真正是。是讲，伊即个，因为我著讲社会组的，当然社会组的可能是主题内容，伊有较安怎讲，毋是亲像互学生囡仔读念的迄种方向，啊，伊的用字用词嘛有一寡安怎讲，较深，也是较，就讲。会真正感觉会出来，和学生组有真差啦。我是安尼，进前咧读嘛无遐强烈的感觉，还是阮进前读，我袂记一啦。迄阵可能无认真，还是安怎？反正我是敢若今年咧读时才有感觉讲，社会组真正有较深，还是较迄种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拄则迄个半身啦，半伊是到底是收半身，但毋过我会记得有一个状况是半身不遂吼，我袂记着伊囡仔是。有啦，有即个讲法啦，半身不遂啦，有安尼讲。吼。嘿，但是一般有人，咱若亲像。咱讲的专心半身，一般就拢读白音较济，我会记是安尼。伊若半身，敢若是，伊即摆是半，算有鼻音嘛，对无？若半，就敢若 PUAN 吧，对无？应该是安尼嘛。嘿，然后有一个所在可能变调拢 OK 啦，就讲你要安怎变，应该拢。意思袂走去，第3段上尾一段嘛。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啊通回。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啊通回。就迄个加载，你到底要变调无爱变调？我感觉应该是拢下里路啦。迄个警察是啥？警察是毋是？请讲。我感觉伊个是，就是讲，伊即个情形，我捌听人迄个做啥康平捌讲过。其实当的这当时啊，你若拄着评审，伊是感觉讲啊，你就是一定加载对，伊就是啊。有的人伊有法度接受，就是讲，因为你的语气无共款，
甲仔有啥物会？对，甲仔有你的房。甲仔你有炸雨伞，无咱就爱压雨啊。对，所以是拢用接受的啦。我捌听过迄个拢读的编训老师安尼咧讲啦。啊，所以当然啦，你若运气好去拄着会使接受的，伊就感觉讲，嘿，伊就感觉讲袂使，这就是一定爱安尼，安尼你就算你运气好咯，因为好，感谢玉玲甲咱分，就讲，我就讲这可能嘛牵涉到这个词，你要改，因为目前教练是讲伊是一个复数 ，OK， 复数敢若是毋是？我就讲会使正做变调变改的所在，啊。教练收的是伊甲加载放在头前嘛，加载你有炸雨伞，对我来讲，若准讲伫头前，我可能会真正读变调，我大概袂读讲加载你有炸雨伞，因为伫头前嘛。啊，毋过若伫中啊，等台时阵加载有手机啊通回，等台时阵加载有手机啊通回。当然，有一个讲法是讲。你若甲伊变调，就变成有一个道号伫遐甲伊架开。啊，一般加载若要有符号甲伊架开，可能拢会用好加载吧，对无？因为目前教典是讲加载、好加载、甲好伫拢当作是近义词嘛。要毋过教典针对好加载即个词，伊嘛是。改念做伙啊，好加载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嘛。好加载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嘛。对无？你看即句短，我感觉嘛真特殊，就是伊好加载载是有变调的，啊无伊后壁明明是无我就惨嘛。咱一般的台语人大概无迄个袂变调的啦，不，大概拢袂变调啦，因为即个无就是一个或者啥。用英语来讲是可能什么 otherwise， 中语可能叫否则嘛，对无？好加载你伫遮，啊若无就惨嘛。啊若无，一般我咧想可能原底应该是啊若无啦，啊只是咱拢敢若剩一个无尔，就一个或者啥结果的转换项，就好加载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嘛。啊无，佫有啥？我会记得伫读这个文章的时阵嘛，不哩啊济，甲有出现即种无啊，啥物着安怎呢？啊，你无随便讲伊后壁无符号架开。我最近我咧写的时候，我一直拢咧怀疑，也是自我怀疑，安尼敢是用符号逗号甲伊架开会较迄种。啊，当然，之前敢若读到一个啥物所在嘛？就讲爱看顶个文去判断讲，即个无到底是啥物无？我要讲的意思是讲，目前敢若大部分即个无，迄个无就袂变调。随便讲后壁无符号，直接就我就惨嘛，我惨嘛，无我就惨嘛，无我就害啊，无我就气了。咱一定拢讲的无，毋过有一半句啊，迄个无伊会变调，我真样想袂开。啊，所以。即摆加载即个事了，讲可能真正像就对着玉玲所讲的，迄伫即搭遮若照，其实迄个一般嘛真歹讲，迄个一般到底是你的一般，我的一般啦。啊，就是真正好歹理由呢，你有拄着，你拄着评审是会甲你点这，也袂甲你点这，所以迄个啥，账上的护理人内底，迄第几集啊？应该前几集吧？迄个。主科官，有啥物官我袂记啊？就是，反正考试的判官啥，伊就讲一句话讲，运气嘛是实力的一种，运气嘛是实力的一种啊！所以，伊敢若旧年是看到日文版的嘛，就讲字幕是中文的，啊声音是日语的，啊。即个日款，还是顶个底，迄个公司台语台就甲伊配做台语音，啊，然后字幕是顶排台文，下排较细字，啊，可能较变黄色的是中文，啊，你若伫电视看，
你透过第四台即个，你会使切台语音也是日语音。啊，你若透过手机啊、电脑、YouTube 看，就敢若台语音尔。吼，实力嘛是，运气嘛是实力的一种啊哩。叫 Caroline， 阮拄读的是即个第25篇，114年度社会组拢读过第25篇。阮拄是讲到迄个家宅啦，到底，安尼看起来就是不了侪复数，伊敢若拢会使听做啥？金华教授讲迄个变调边界，讲你是要伫遐做设一个变调嘅边界，怎无变调，接续落去读，迄个停顿的时间可能真正0.1秒以下。加载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啊！毋过目前看着敢是好加载有你伫咧安尼。好佳哉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嘛。拄则教典的加载甲好加载，伊拢是囥伫咧一句话的头前。咱咧读的这114年度的社会组25篇的倒手边迄个尾三线，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通回，就迄个加载就是到底要变调无？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通回，这是无变调嘛？加载。等待的时阵加载有手机通回。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感觉意义无改变啦。不管你有改变调无改变调，就是讲你的重点是要敢要含伊念做伙嘛，还是你要做一个强调讲真正足加载，毋是迄个啥。所以我就讲，我的理解就是，咱的台语是重点袂变调，对，无我就惨嘛。迄个无是，你若无伫咧，我就惨嘛。好加载有你伫咧，无我就惨啊！所以重点是无，是你有伫咧，毋是无伫咧。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叫恁揣着袂歹势，还是 Carol 对着？伊这段这篇敢若较是毋？我咧摇是毋超过750篇，至少超过700。安尼，大概倒一起啊，我来接吧。阮即马等下才要开始，安尼是毋是你甲 Carol？拄只是迄个送，有若读中2段嘛吼？安是毋？有若先读头前2段，玉林中2段，Carol 读后壁2段，伊一篇6段吧？吼。26篇遐。无25。咱搁咧26人念吼，我就讲差半点钟处理一篇啦，罔讨论安尼，免关紧，无问题。来，有哪你头前2段，叫林中2段。25篇，一层意外，叶翠芬，迄下晡趁冷雨旁，我骑脚踏车出去买物件，要到位的时。驶过一台停小看捅出来的轿车，要挖去红砖仔路，煞规个人劈落去。反说是迄搭拄好流有悬架坎，又搁落雨淡湿起地。我晕了想要爬起来，煞感觉正骹目白指力，就毋敢搁山顶动。紧让过路的阿伯去点头，险人出来斗三工，熟悉的店员看我趴伫涂骹，嘛惊一条，随惊我来问我状况，刷落来摕一只椅头仔，甲我插起来坐咧。一个少年阿母看毋是势，手机仔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我着正骹无法度煞位，互救护车载去病院，定着较妥当。落尾救护人员用软床甲我塞去救护车。好，感谢玉玲华丽。耳旁边听到乌烟的声，我家己煞倒伫车内，心情真复杂。到急诊室，电光照煞，医生讲骹目遐有2支骨头锯去，搁有一搭壁
爱开刀，我听了规个人气，哪会摔到这食力？问题了准是换着尔尔，瞧一个就好势啊，讲，护理师教我的正脚控石膏，搁伫我的手盘插一支软针，我就安尼坐减病床空白等开刀。等待时阵，若在有手机啊通回，忙做疑念。虽然医生讲是真普通的手术，互人塞入去手术房，总是会喘。我简单半身麻醉，自头到尾拢真清楚，有听到医生在讲话，毋过听袂明，嘛看袂到医生安怎伫我的骹骨。加长工，搁照电光，才知影骹目内底已经加几若支钉啊！福建师来找我练习用4骹管啊，佮交代讲，这2个月我拢着爱换咧行路。好，感谢 Carol 住院住2日，真好，好，我毋若骹目疼，骹肚规员乌青，骹盘搁整甲若面骨咧，到甲出院还是真疼真肿，爱继续务冰退红，照时间食止疼药啊。住院迄阵是阮翁咧甲我照顾，暗时我若一个烦心，伊就坐起来看我有安怎无。问我敢是困袂落眠，出院转来厝里，连囡仔嘛着甲我哄抬。我看大家足无闲，感觉真歹势。现主时，我嘛敢若会当好好啊静养，当空喙结皮，当骨头筋肉豆豆复原。一解着伤是意外，袂安尼算的。毋过，咱若逐不时拢真张弛，总是较袂出代志。凡事着看来，先着毋通伤赶狂。平安毋是合家人的，咱便若无灾无厄过一日，拢着爱真感恩。好，感谢。我发觉克罗你的歌的音敢若有当时会突哩，就是可能无讲介明，所以可能你家己搁找一寡歌的声母的字词，你家己读念，爱用手机录音嘛，对，你录你家己的音，你搁放出来听看卖啊。因为当初当然咱在口语上、日常对话，大概反正听就好啊，你也免啥物想要伊。毋过若准讲有当初要参加考试的时阵，当然要考试进前可能就是安那，正礼拜小吹一下应该是 OK 啦，平常时也是免遐要讲参考。然后就是拄则你讲加在即个词啊，就讲复词要变调无爱变调，应该拢会使嘛。毋过就随看到伫即篇内底有不了济，我咧讲的迄种啥物，你看摕出来，塞去，坐起来。转来处理，讲啥？就是讲，真正有迄个变调爱安怎变的问题。搁要讲，有若咧读第2段的时阵，上尾段甲我塞去救护车嘛，尾第3段手机仔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毋过就讲伊是安尼写嘛，伊即句完全无符合嘛。毋过若准讲家读做。手机仔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对无？这是一个变调哦。我拄则读的是手机仔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就是我咧讲即种迄个方向动词嘛，到底后壁有物件无物件，着影响着你迄个到底是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还是摕出来讲要救护车？可能我着感觉可能去用俩包，江秋平迄个尾二段会算中海抓嘛，不管哪算拢第4抓，对吧？顶悬算会较算尾二段迄个，伊着坐起来看我有安怎无。
大概咱一般口语应该是袂讲，伊就坐起来看我有安怎无，除非就是讲有符合嘛，伊就坐起来倒好，看我有安怎无，无问题。因为怎无倒好嘛？啊，迄个手机啊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伊毋是啥手机啊摕出来倒好，讲要叫救护车嘛。当然，讲即段就是第二段的上尾抓，用软层甲我送去，伊袂到遮停，因为是送去救护车，毋是送去恁兜，嘛毋是送去倒位，就是伊有一个算，迄叫做啥？所在保语票，就要送去得到嘛。啊，当然手机啊摕出来讲要叫救护车，即个应该，就我要讲是讲，即种有当中有变调无变调，是看起来后壁到底安怎用嘛。大概是我著讲真正社会组的，就是迄文章真正加相对较侪即种可能会互一寡读念无水的人去安怎讲准过啊？准过就怎？迄若平心，若耳孔较内，可能就随掉出来。哦，我阁看到，第二段遮，我晕了想要爬起来，伊后壁就倒好啊嘛。所以就无可能，咱来要讲台语啊，你无可能会读做讲，我晕了想要爬起来，爬起来要倒，要起倒无啊，伊就爬起来啊，想要爬起来啊。所以你看，就讲即种就是尾字是起甲来，啊中啊就是有迄6字嘛，转过起落出入即6字倒去倒来嘛，出去出来你记得啊啥物啥？啊，即6加字有12种组合的头前，对无？伊则爬起来、提起来、塞起去，啊，安怎坐起来，对无？即种安尼，就是开。我感觉即个部分伫台语的变调内底反射有甲一成，有甲一成，有可能。啊，过来有一个所在，第3段的第3抓，阁有一搭必开爱开刀，还是必开爱开刀？我感觉可能就是必开甲必开，就是就讲嘛。作者伊写完就煞，我嘛毋知伊心肝底到底是啥物想法嘛。啊，毋过咱读的时阵，我感觉即篇文章伊即段伊的重点是啥？啊，我讲重点无共款，变调就无共款嘛。阁有一搭必开爱开刀，还是阁有一搭必开爱开刀，就即两个变调是无共款嘛。啊，意义当然是共款的，是真差。伫咧读念的人，伊感觉重点是啥？啊，伊无共的人，伊可能感受到还是抓到重点无共款的时阵，可能影响到讲到底是要读必开还是必开。我讲真正社会所的靠做即种，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好。我毋起来。我无看了3年以啊，歹势。啊，搁一个，边仔必开即段第3段嘛吼，第4段是敲一下就好势啊。敲一下就好势啊，讲，还是敲一下就好势啊，讲。有迄个讲着，我感觉应该是爱轻读啦，因为我大部分我拢会轻读较济。因为是讲本地了准是歪着尔，敲一下就好势啊，讲，哪会知影是遮尔严重？对吧？啊，伊一般即种大部分一下的时阵，敢若尤其若动词啦，敢拢会轻读较济。以我来讲。毋是亲像，可比讲买2段，迄个算第4段嘛。啊，毋是我若一个翻新，迄就一般的嘛。而且即个一个应该是算复数嘛，是毋是？甲即个敲一个敲一下，这应该敢若，我感觉意义是无相款，还是伊的属性，还是用法无相款。我若一个翻新，吼，一个教处，一个安怎嘛？我感觉即两个一个敢若迄个意义敢若。无啥共款的，我是安尼感觉。对，歹势，我无看到3年影，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社会所真正加少迄种。好，安尼咱是毋使读后一篇？后一篇是敢若嘛字数较侪哦。
伊段落嘛，敢若较济，我讲几段斤，3、4、5、6、7段，虽然讲第7段是敢2段尔啦，哦，这真正是阿嬷带阿孙咧回想起囡仔时代迄种的故事安尼。安尼3年有徛的是毋是？我看，应该是在讲读一2段的看法。伊的大细段嘛，敢若无相款。迄个不止1、2、3、4、5、6、7、8，毋是7段是8段咧。虽然讲后壁段落咱较短一寡尔，安尼是毋是？3年你读2段，好无？头前2段，然后5若读1段，啊，6年是毋是会使读2段？啊 ，Carol 叫你读完好啊，后壁迄3段，讲嘛算侪啦，普通侪，最后壁迄段2段尔，2转尔，先安尼安排，好无？哦，3年你读2段，哦，啊只5若6年。路对新7代，蔡卫兵。阮一个孙仔考调大学，迄年歇热，讲要家己坐体温去市内找东冲，煞毋知要安怎过车路到火车头。因又是自细汉读册到高中，拢是因是大人甲载到校门口。这互我想到国校的时阵，学校规定共龄的学生仔爱做伙去学校，拢是上悬年级的囡仔兄囡仔姊做队长，去厝边头尾甲共龄的囡仔找好交文，才搁排做一个。队长做头前，副队长后，顾好势，带到学校。队长有交代，拄着排路队，也是庄里的大人，拢爱相掌问。迄个是当 TNG 拄是另外一个，毋是拄，吼是当。啊，然后嘿，庄里啦，一般庄里迄个什么，就是名词后壁斗你是字的时阵，大部拢会轻读啦。什么庄里、翠里、果里、路里、床，无讲床，就讲什么字，拄则迄篇，敢若嘛有一个啥，转来厝里嘛。当然啦，厝内就一般会变了无问题。啊，毋过若是字，即个字就是伊就较奇怪，较奇妙，伊就拢会轻读安尼。你拄有啥物想法？你讲。着排路队也是庄里的大人。庄里的大人。当年有人是 NIH， 有人是读 LIH 啦。迄敢若是因为我袂记伊迄个是讲啥，是算共音位吼，还是啥？伊倒是共音位的声母嘛，对无？拢是字尖音嘛。啊，呢甲 L 敢若有当阵啊，是毋是有一寡字伊会转安尼算走起来是安怎？我袂晓讲迄个，我袂记迄个物件。啊，所以反正尤其你若用拍字，你若罗马字的时阵，我印象中敢若是 NIH 甲 LIH 敢若拢有诶款。我印象中，好歹势。来，有哪里？庄脚所在真侪做事人，拢伫天麻无仔光就去田里。厝内遐个困甲咕咕叫的囡仔，就听候队长拍歹囡仔，分拆去弄门叫起床。囡仔若骹手慢蹲，看到读册摊来伫边仔，就紧甲早顿凊彩翕的，若无人就会直直看讲，较紧的啦，无你是要互人等偌久啦？家在爸母拢有在教，阁有阿兄阿姊在做好带头，阮遮的囡仔人嘛知通笑面皮，规届了后，骹手就愈来愈美丽，阁袂拖山。好，真好，感谢。好，姚玲华丽。路
路队为庄头出来，爬过一粒山路尾啊，就是要去学校的车路。路两边拢种着时的作物，不时就青淋淋。有的囡仔看到因兜的是大人，也是熟悉的厝边，就会大声小叫问。一早路短短啊，约起约啊是步练行6分钟就会到学校。放学的时阵，全校分做5个庄头的路队，伫学校有先生前的。学生啊，一个一个排甲真好势。等我出来校门，路队就散了了啊！要给哪里？什么车？大家毋是一阵咧开讲，就是干咯，招客啊，钱啊。伊是写建制的款，毋知应该是建制吧？是毋是？哦，就会写建制嘛。红仔票遐个石头名仔摕出来算，真侪关年级的学生是做因行进前，因为因厝里有石头爱顶转去斗3工，厝的囡仔有的卡网，伊是写卡网啊，有一个啊。卡网啊，有的卡网啊，放伫边啊，有的转车骹算甲毋知人。上事上的是，规定人做伙合通拖，就甲蹲落去参花，我甲规身骨头，算要甲半点钟久，便若听到远远有人咧休囡仔的声，大家赶紧物件撒咧，随去把标装转去。因为厝里有大人咧等，囡仔人毋敢咧笑，若搁眼前想话转到厝是会互大人着甲惊死死。想着细汉路队的新时代是阮独一无二的体验，嘛是阮孙仔无法度体会的。好，这个是阿嬷写的新时代啊，你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志愿有要起来无？志愿。好，志愿来。即个我就讲社会中的文章真正有不了济迄种爱较真俗的所在。讲尾二段，就讲我是会读讲，伤晚转到厝是会互大人跌甲金死死。我会甲伤晚转到厝当做一个句，我袂甲伊切开伤晚转到厝。啊，当然，我毋敢讲伤晚转到厝算毋对，我毋知，我毋敢安尼讲。总是我家己我是会读伤晚转到厝啦。啊，第一抓就是算要到半点真久，便若听到远远有人咧休囡仔的声，我就讲迄个听到，就是听到啥物物件嘛。啊，所以就是讲，即种啥物尾调的句型啊，就是后壁斗物件无斗物件，有接物件无？我就讲这，除了我讲迄种啥物，方向动词后壁有接物件无？接物件反正接毋一项，可能有遮济，可能无。啊，毋过即种的对无？尾调的即种句型，伊就是会牵涉到你到底要安怎变调。啊，你若家便若听到，有人咧休囡仔声，我个人感觉怪怪。第一，伊无符合家隔开嘛。啊，后壁迄个有人咧休囡仔声是听到的事实嘛，所以便若听到有人咧休囡仔，迄个听到其实毋是重点，重点伫后壁嘛，所以伊就是听到伊就是会变调的。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即边嘛足侪迄种什么出来出去迄种迄个，落来。
过来是啥？这篇有可能我只看到3、4个车路，也毋过咱即马不了济人拢去互花语牵去啊。我就讲嘛，即马你要伫路里倒位看到马啦，你是要伫倒看到马，你甲我讲。啊，当然中文伊安怎讲，我无意见嘛。啊，毋过咱台语拢是车路啊，啊，毋过就袂少人拢去互花语牵去啊。所以我就讲，我这台语耳啊，就听到伊讲咧，伊讲哈，你甲我讲即马要去倒看马啊？路里有人有人伫骑马的训练，我毋知，应该北中南敢若嘛真侪所在有啦。当然，迄个坐无坐到你真简单就看会到啦。啊，毋过你若真正要看，毋是看无啦。可能我知伫新北市八里遐，敢若是马场，是有人骑马。台北市嘛是敢若有。啊，桃园，桃园敢刷走去啊。台中是迄个啥后里遐是倒，所以其实马即种动物伫台湾其实有，搁比讲1000个人，因有伫甲骑马当做一种运动。有当阵伊敢若会骑出来伫咧车路，啊，毋过迄袂是，如果咱台语是讲车路啦，我要讲是咱。不了侪拢去互花语牵去啊！我就无想要讲迄件事。第一段、第二段，我是读音游啦。音游是自细汉读册到高中，迄个音游是毋是应该嘛算附属哦？当然，即个词我嘛是学台语了，才知影有即个词原来用的。到底无受音游。因为我袂读变调啦，啊当然读变调变哪？因有是自细汉读册到高中，毋知因为我即个词我是学台语了才知，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变成无法度去真正掌握讲，即个词到最要安怎用，我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去过迄个认证的时阵，出来了才知影讲哦，真正是知愈多，才知影毋知以后搁较多。毋过目前咱的线顶理书店，台日大书店是毋是嘛有地句？因为到底是无收音游即个词嘛，台日店才有收嘛，啊台日店收的有当阵啊，我看有音游才通甲伊安怎？甲伊计较，伊是甲伊当做。你讲，有人讲，有你讲。因有到顶有啦，伊有用安怎讲？来，我放互你听。好，啊是我拄安怎查毋对。用咧油嘛吼。嘿。啊，佮来伊有例句，用咧有，听讲伊是伫火车顶洗，因油是因母啊坐火车的时，水泡熊熊破去，如何有理体是医生。因妹走来斗3工，加在母仔囝拢平安无代志。伊另外一个例句嘛是共款，嘛是因由。因由是顺续听一下好。做是大个人，就爱教囝学修，毋通教囝爬树。因由是囡仔大汉才袂落水袂流，爬树无实用，佫有危险性。所以伊啦是无变调的，所以因是有变调，当然就是因对对，我讲的是油啦，主要是油啦，就讲对，因油是安怎？嘿啊，所以伊个是较本调。所以等于是无甲因油成做一个咱知捌的词，可能伊是一个压缩的结果，吼。
阴端原由，还是阴端安怎安怎，就怎拢讲惯势了，就怎讲因由安尼。啊，所以因由变成讲，伊毋是一个词，伊无互认定做一个词，安尼有可能是一个句。敢袂使讲句？还是来甲你掠包一个，因为咱是针对咱那边认证嘛，吼。对对。因端。哦，因端，歹势，感谢吼，因端，因嘿端嘛是我学台语了才知哦，因端。好，感谢你掠包。我要讲的就是针对考试啦。对，咱是讲，因为咱这是为了应付考试嘛，所以针对考试，爱就是袂使甲伊讲正确，因为伊要考 A1 呢，因歌考到 A2 要喏。所以我就是无 A3，那你就麻烦。迄个 A3，我就讲 A3是安怎，你知道 ？A3是300分叫 A3。你知影300是啥物意思？300是满分的。哦A1 我就拍算讲，迄个3条才要甲伊写1条对安尼。应该是，伊敢若是100几分就 A1 来款，满分300嘛吼。敢若是140的款，我袂记住哦。你该真正来考一个。对啊，就甲伊讲。会甲小少来考 A1。嘿啊，趣味啊，对啊，袂使 A2 哦，敢若 A1 的呢。十一个无拄，都变 A0。无及格啊 A0。吼，所以因由变成讲，目前就是伫咧用例内底才会有。所以查字词顶我拄则嘛是敢查词，确实无词。就是坦白讲，查校顶的时阵，就是爱就讲你。查数目无的时阵，可能来查看嘛用例会有无？当然有当初无查过，你真正毋知影到底有啊无？当然目前校定的即4种查法嘛，要是用台语的查数目，还是要查用例？同款你要用华语去查用例，还是要查全文？因为若是华语词免啦，华语词你就去那教育部的迄个国语字词顶去查就词啊嘛。毋过就是伫教育部即个台语校订内底，伊就是会可能伫个例内底是解说做华语的时阵有嘛。因为当初你确定即个词应该是会有句，伫华语是安尼，我知影即个词，看嘛有啥物例句会用到即个词，就用华语的例去查嘛。也是讲规个迄个规篇啥迄种去查，甚至前两日看到有人伫咧讲。校订内底有真侪日语的外来词嘛，就讲你要查日语这2字，你去查专文，应该是查专文吧？应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新式台，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有即种记忆，路队的新式台，即个当时以后就消失去啊，就是拢变啥？老爸老母，甚至阿公阿嬷带去学校读册啊，对，尤其国小的，甚至有个人，敢若一直到高中嘛是拢带出带入安尼，啥带去带转去。所以当然即摆因为囡仔生少嘛，所以大家拢安尼，宝贝叮当遐啥啦，就是真宝贝啦，袂使啥。宝贝妮妮。宝贝嘿嘛，宝贝妮妮，就是讲出一种，迄个后壁就是啥，状态词吼，就是伊无实际的文字意义，伊就是要表达讲足宝贝、足珍贵的，足安怎安尼，袂使失角插，也是袂使去卡着安尼。当然有当初就是，这是毋是嘛？看出来一寡现象，就是当大多数拢有伫带出带入的时阵，等到有一个无互带出带入，迄个囡仔是毋是伊嘛会一寡迄个啥，无啥平凡迄种想法，除非伊的心理素质太强，过来就是。除非伊的爸母真正是无因甲无人有才调去带，
只要叫囡仔爱啥，自立自强遐是安怎？啊，当然即马就是有一个讲法是啥？即几年啊，即5年、10年吧，就开始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父母嘛愈面单，安尼囡仔就会使量早学着愈侪基本功夫。可袂讲迄个啥？摒厝内也是煮食，我有已经看到伊敢若迄两个囡仔，即马敢若未读国中哦，啊敢若自读小学啊2年啊3年啊，就野椅啊家骹咧煮炒菜、煎卵、滚汤，吼、这到底敢是厝里老爸老母减一下是安怎？无啊，人真幸福美满的，是因为囡仔真有兴趣，啊，老爸老母就放伊自由发挥，啊伊嘛，迄囡仔嘛淡仔变甲真欢喜，啊厝里人敢若因为老爸老母嘛真正可能真无闲，佮讲拢做教授许还是啥，啊你佮到一个勘站主管啊啥，迄真正有当阵啊，你若佮要款势，你嘛是爱时间嘛，啊另外一个角度是，啊干有人要做上好啊，上好啊，敢毋是安尼？所以囡仔嘛趁胜趁学，吼啊大人嘛趁赢，伊可能佫有其他的代志，也是其他的迄个啥爱处理嘛。啊当然，伫厝里家庭内底，其实重点应该是做伙食饭，重点毋是讲迄顿饭菜是向传、向款、向处理，应该毋是这个重点。啊当然买是大人去买啦，啊迄个啥，可讲甲处理到会使落鼎去处理这个动作，可能嘛是大人吧。可讲洗切分，我无确定，反正就是因为老爸老母甲迄囡仔翕相，啊，真正就是牙医啊家骹。但安尼，我就想，我嘛敢若小学3年就是囡仔腹肚也家己炒饭来食，啊，愈大愈便当安尼。我毋知咱你个朋友针对今仔即两篇，尾后即篇是路队的新时代啊啦吼，伊个囡仔时代啊，讲出来大家讲参考啊哩，毋知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这篇嘛有骨落迄种，我最近看到是啥？等挖出来校门嘛，挖出来，吼，因厝里有石头，爱紧转去，啊无，感觉是紧转去是敢若转去安尼啦，因为爱紧转去，迄个紧是一个算复数嘛，对无？爱转去啊，爱紧转去啊，所以转去是一个伊无参像讲提转去、炸转去，迄个转去迄个概念嘛，所以我敢若看到一个撞转去嘛，对无？撞转去嘛。所以就讲即种，迄阵我咧学，伊叫做啥？对外华语教学，啊，伫教学华语文的时阵内底迄个华语文的，可能好像文法的啥物会着讲到一个方向动词，啊，我是甲迄个中文华语的迄个方向动词，甲摕来台语遮用，啊，中文华语内底有一个是，伊敢若有7字的款，啊，台语因为，要安怎讲？反正台语是这6字啦，中文是啥？进去进来，出去出来，下去下来，上去上来，回去回来，安尼啥？我刚想到这个诶，用想到这个诶，所以。有几字啊会含台语无共款，我要讲是这啊，反正迄就是对中语内底伊无台语遮尔复杂的变调啦，是台语才有遮尔侪复杂的变调啦，主要是这。好，毋知咱台语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有人要读较长的咯，对遮拢读1、2段啊尔，志愿对遮无读到，有无？也是迄个 Carol。我毋知 Carol 今年要考试无，还是其他的朋友今年有人要考试的。
3月来报。嘿，3月因为教部就是正是3月甲8月考试嘛，今年即届是7月底嘛，所以下一摆3月考试敢若是12月款吧，我袂记。一般敢11月12我袂记啦，或者是伊10月公布明年考试的算时间表，伊就甲，毋知是我无注意啊是安怎？我印象中敢若是去年。也是准年才开始较甲伊安怎讲，固定落来，或者是年度的即种叫做考试的时间表，就讲3月考试进行啥嘛吼，7月8月考试进行，佮讲什么当时甲简章公布，当时开始报名，你也去处理啥，然后。迄个准考证当时会寄互你，当时考试，考试考煞，你当时会预计当时会使收到成绩单啊，你会使有啥物问题，会使去要求查询啥，伊拢有一个时间表嘛。就讲种物件其实，人迄英语、日语，就是真久以来就拢有即种做法啦。咱照你讲嘛，应该即个照你缀你抄尔，无啥物特殊的技术啦。就家己去安排安尼啊。毋知咱内顶边有人想要读较长的无？还是志愿要读一个无？我会当要按倒位开始？就是26篇，可能你会使自头读到尾无问题。好，开始哦。好，来，我哋开始。5对心色内，阮一个孙仔考调大学1年休热，讲要家己爬过阮去市内找东窗，煞毋知要安怎过车路到火车头。因由是伊自细汉读册到高中，拢是因是大人甲载到校门口。这互我想到国校的时阵，学校规定共龄的学生爱做伙去校，拢是上端年级。的囡仔兄囡仔姐做队长去厝边，头尾甲共龄的囡仔找好交运，才去排做一列。队长做头前，副队长后，报好势，大到学校。队长有交代，当着别个路队也是庄里的大人，拢爱小借问。庄卡所在真侪做事人拢伫天爸母仔光就去参与。厝内遐放工乌叫的囡仔，就听候队长拍歹囡仔困忝去挡门叫去出。囡仔若骹手慢顿，看到读册盘台伫边仔，就紧甲早顿凊彩翕翕的。若无人对，直直化工较紧的啦。无你是要互等偌久啦？家早的爸母拢有咧教，还佫有阿兄阿姐做好带头。阮遮的囡仔人嘛知影。通小面皮，几届了后，骹手就愈来愈猛掠，佫袂拖沙。路对庄头出来，爬过一条山轮尾啊，就是要去学校的车路。路两边拢种着时的作物，有时拢，有时都，这是车零零，我看卖。车零零，熟悉的厝边，两支药。分头分组，我嘛袂晓咧，这是钱。生仔一个摆得真好势。挖出来对，挖出来。等我出来校门，路队就散了了啊。车路无啥物车，大家毋是一阵咧开讲，毋就是赶路、鸟撇啊、电子、红仔飘遐的佚佗物仔摕出来耍。真侪原年级的学生仔是对因行进前，因为因厝里有舌头爱紧转去斗相共。剩的囡仔有诶骹网仔等伫边仔，有诶烫只骹酸到毋知人。上事上诶是规定人做伙学堂带，脚应该是蹲落去哦。
吞落去餐花，有啊规身躯土，算到半点钟久，便若听到有人咧喝香，咧嗅囡仔的声，大家赶紧物件撒咧，随起把伊表总转去，因为厝里有大人咧等，囡仔人毋通假笑，若去眼前伤晚转去，伤晚到厝时候，大人着较惊死死。想起细汉路队成绩来，是阮独气无力的体验，嘛是阮孙仔无法度体会。好，读得真好哦。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当然，我就讲真正是，请讲，嘿，请讲。关于这个斗相共，我捌听过有人，我例句讲，我讲一句例句，就是今来这区潭遮来相共识路。做一项产线，因为伊头前无加即个豆，我毋知感觉有小可怪怪，竟然有即个用法。因为斗三共五配，对无？三共识路。我听到的是有安那，类似着讲因为有你三工安尼，嘿，甲我三工一个安尼，我听过是安尼。好，感谢玉玲甲咱说明。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要感谢志源吼，伊头拄读我就想着即个车令令才对啦。我拄仔咧头上顶顿伊是第三条嘛，吼。嘿，因拢是车令令，我敢若读车令令。嘿，车令令有即个讲法，有即个讲法。啊，车是用即个，敢若毋是即个？我拄仔看校顶的例，对，另伊是第三条。第三条。对。可以若用即个的话，吼，咱来读车令令。所以，好感谢玉玲。所以这吼，当即种，朗读，尤其若要考试的朗读吼，真正，迄评审啥，因敢听无够多，绝对是听足多的啊。所以听足多的时阵，有当阵啊，咱若一读毋对去啊，是安怎，就拢随去用掠包的啊。哦，音单吼，这真正音单。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拄则志源讲三工失落啥？三工失吧，伊个三工也是，就是讲斗三工迄字2字三工嘛，即后壁伊斗的迄个，我是听失落失头啥物回响？还是志源要佫讲一个无？应该是讲，就是田的工课啦。田里的工课。哦，因较久以早无遐尼侪机械，拢嘛是会小放盘嘛。恁兜欠骹手，阮兜暂时会使抽去恁兜做事，对。有当阵啊，随便讲差不多，逐个布田啥时间差不多，抑毋过有当阵啊，就是迄区田就大得较紧，发得较紧啊，所以伊会使较紧收成啊，也是主人家伊想要紧挂的嘛，对吧？就欠啊，就紧去斗三工 OK 啊。啊，当然伊若敢小批练，一届两届人就爱插伊啊。所以伫迄种人手较无遐尼招文，无遐尼多，佮无机械的时阵，当然一定拢是斗三工较济啦。啊，当然拄着迄个无材料掠家手尾来无啥够的，有当阵啊买的人怎啊？就袂爱招伊啊，有可能啊，在迄个时代啊。啊，当然即马拢嘛是开钱请机械去处理较紧啊嘛。你讲完全靠手工的，有啦，迄个啥乐琴即种乐器哦，就讲即种人咧用的这乐器，有可能毋是金属的部分，就可能真正不了侪拢手工的啊。啊，毋过这所以手工的物件，迄烟仔人贵嘛是即个原因。大概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114年度的朗读稿，小会组剩后壁2篇啦吼，啊，煞了可能读115年度的啦。迄个国小、国中、高中遮，大概我咧掠应该可能读到国中煞吧，就敢若到7月20几号啊吧，大概就读到考试进前吧。好，安尼，咱咧读的即个小会组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遮。
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啊，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罔头罔分享罔交流。好，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拜拜。各位，再会。